擁有超過30年對母乳嘅研究 ，Nutricia 呈現 EMP 科學深入解說。BB 身體入面嘅每個基因都包含無數嘅信息，邊啲信息得到釋放或者抑制，係受到媽媽嘅健康狀況同埋環境因素所影響，例如營養、壓力、環境污染等，而形成嘅基因表現會影響身體嘅機能。EMP 科學發現，基因表現會受到環境因素而產生變化，通過表觀遺傳嘅過程而得到適應。而生命早期嘅營養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環境因素。BB 有幾靈活同有能力咁去面對日後健康嘅挑戰，都係由呢啲表觀遺傳嘅變化所塑造，並對佢未來健康有住長遠而持續嘅影響。今日就掌握你同你 BB 嘅營養啦，為 BB 嘅未來健康打好基礎。